贼古元者，封为东龙大龙主。不怕死的，尽管来！都住手！传龙母旨意，凡我古族弟子，不可残害手足，放下刀枪，手握论罪，其余不问。都听我说！都听我说！休得信她，她只是古元的小妖女。未得龙母受祭，你们勾结魂殿，残害兄弟，罪不可赦。64代东龙主古元，叩见龙母。叩见龙母。范郎，你在这等死是吗？我纵横天下几百年，没人敢这么说。现在有了。真的成了龙，坏我好事，跟那小子一样，碍我的眼。这就是古人的威力。凭这几个人就能抓住我吗？他们不能，但龙母可以，受死吧！祭坛再见。有人跑了。太让我失望了。萧家子弟没有当逃兵的，我说过，打不赢我不能走。你这样偷跑，算什么？我这不叫偷跑，我的朋友有危险，我必须得去救他。什么朋友？他的命主。古族的，就你这功夫，你能救得了谁呀？女孩吗？
你放着天下第一的名位不要，却要为一个女孩去送死。我萧家人什么时候这样没有志气，好色到这种程度？我这不叫好色。贪恋女色是斗者大忌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这个世界上，修炼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事啊！不可能。小子，你是要与我为敌吗？我们再打一场，不用萧家斗气，行不行？不行。好，那自创的呢？只要你能创得出来。刚出去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牛楼，帮帮我。令珠又裂了几次。真的必须得出去了。古人有句话，一丹9转，就是说一颗好的丹药呢，要在药鼎里面炙烤9次。修炼也是一样的，你想要出去啊，要靠你自己。可是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哪怕只是1转，我都没有时间。唉，好吧，那告诉我，这些日子你都学了什么？全都是萧家斗技，怒石狂杠、流云13式。吹火掌、空空妙手，学的可真不少。但这些5层楼的斗技，就算你都学会了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古人有句话：“5生而有涯，学而无涯，以有涯逐无涯，其微矣。”有的时候，知识也是一种障碍。你那个老祖宗功夫虽高，但再怎么样，也是一个埋在地下的活死人而已。世间万物都是不断流通变化的。怎么可以被那些斗技招式给拘泥住呢？他太僵化了。道理我都懂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打过他。哎，你是不是说过要自创一套斗技来打败他？我的确是说过，可是斗技哪是说创就创的？相信你经历过的事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那个老祖宗的斗技很高，但这次我可帮不了你。你要明白，要打败萧祖，需要的不是功法，也不是斗技，而是你自己。这我知道，可他境界高我太多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所以你要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斗技。你要找出最适合你的方式来打击对手，把那些什么招式啊、斗技啊全部都忘记，存乎一心，发乎本能，方能有所突破。你可要知道，他教给你的都是最好的，你要从这些斗技精髓里面找出你想要的，融会贯通，创造出自己的斗技。说的倒是容易。这个是你又一次的魔境天劫，你要自己面对，我帮不了你。只有自己悟到了，才会有真正的精进。那我该怎么悟啊？劈破旁门，方见明月如洗。劈破旁门。
悟性这件事啊，要看个人，要看造化，没有人可以替代你。出去想吧，想不通的话就别再进来了。劈破旁门，明月如洗。臭小子，敢在你老祖宗面前用魂殿的斗气，你不怕我打死你？你还敢笑？你以为你用那些炫人耳目的邪术会很高明吗？呸！不高明也逼退了你一步。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，我真是太傻了。自从我进了这个斗技阁，我就被那些斗技所困住了。那些东西虽然是好，但又有什么用呢？你敢说我们萧家斗技没有用？对敌之事，想用什么就用什么，什么合适用什么，何必分你的斗技我的斗技？斗技本就是天下公器，门派之间正邪之分，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编出来的罢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会成为一个斗技阁里的活死人，我更不会被这些东西所阻碍。现在，我可以打败你。紫荆翼狮王兽火，不错，此火来自高阶魔兽，生性霸道，且极具毁灭性。不过，此火对我没有用，你还有其他的招吗？这简直不可思议！你竟然有在日月同辉之时，在极寒与极阴之地出现的古灵冷火。兽火难得，异火更难得。你能收服这两种极其罕见的火，说明你天赋异禀。我们萧家后继有人了。住手！这两种火生性排斥，犹如素体一般，极不相容，合在一起会爆炸的。你再这样下去会炸死你的！你快停下来！别过来！我可以的，可
以的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。心火，此火来自地心熔岩之中，10年成林，100年成形，1000年成莲。大成之时，其色偏青，莲心生一簇青火，故名青莲地心火。起来吧，快收了他！不要再玩了，这样很危险的。三火相融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小子，这次你终于没有让我失望。你要是有我这个功力，再扔出第2个莲花，我看就算魂灭生在你面前，他也会狼狈逃脱的。是我无礼了，老祖宗。我根本弄不出第2个，这第1个火莲
就已经耗尽了我全身所有的斗气了。是啊，你的斗气没有达到斗皇的地步，想扔出第二个也难。不过仅此一个，足以惊世骇俗，惊天动地。哼哼，你是从哪儿学的？是我自创的。在我得到异火之后，我有试着玩过，我将古灵冷火和兽火融合到一块儿，扔出去让它爆炸，威力巨大。不过，今天这三火相融，我也是第一次。我刚才看你的样子，就好像换了一个人，就像一尊佛像，盘坐于青莲之上，神圣而不可亵渎。你给他起名字没有？叫佛怒火莲。佛怒火莲。天下至尊至大的，莫过于佛祖；至刚至阳的，莫过于异火。传说佛祖一怒，洗清天地，所以我才起这个名。了不起，这一招担得起这个名字。多谢老祖宗。今天刚好是第30天。这次，哼哼，算你赢了。我要谢谢你，年轻人都能想明白的道理，我千百年来却没有想清楚。我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就已经到了斗皇的境界，是天下公认的天才。这个斗技阁里所有的东西，都是我耗尽毕生的心血收集来的。我当时的梦想，就是练遍天下所有的功法斗技，成为天下第一的斗者。这种执念，我到今天都没有放下，以至于惊魂不散，争分夺秒。倒是你说的对啊，何必做一个斗技阁里的活死人呢？是我自己吃了。别啊，老祖宗，是我胡言乱语的，您不要。读书有书呆子，练武有武呆子，我也是刚刚明白呀。张嘴。啊？这什么药啊？该不会是？别担心，我说过你赢了，就不会留你。这是天下只有2颗的9品丹药，我1颗，你1颗，关键时刻能还魂续命。还魂续命？就是你可以死2次。60年后，记得来看我，跟我讲讲外面那些事情。是，老祖宗，60年后，萧爷一定来看你，到时候咱们好好的打一场。多谢老祖宗恩典。
大哥。墨铁佣兵团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不知道，你去问别人去吧。看一看嘞，你知不知道萧鼎、萧丽去哪里了？不知道。墨铁佣兵团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真不知道。叫你们大拇指出来！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当然知道，萧大侠嘛。铁佣兵团去哪儿了？我大哥二哥去哪儿了？说！我真不知道。说！对，上个月有一伙人跟他们打起来了，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去的时候，就一个人都没了。放弃！你们两家一直在抢生意，你现在告诉我这个，快说，是不是你们干的？小大侠，我这两下子我也干不了什么呀。跟你大哥二哥作对的人凶得要命，我派2个人去看看情况，出门就被宰了，尸体还扔在院子里。我一看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就没出去。真的，我要有半句假话，你把我家祖坟跑了啊！凶得要命。事发之后的一天，有兄弟在墙头上看到墨铁佣兵团的大门敞着，东西都扔地上，然后我们心惊胆战的过去，一看还真是一具尸体都没有，人都走得干干净净的。尸体都没有。是啊，没有尸体，也没有断肢残骸，就仿佛一夜之间所有人都打包搬走一样。打包搬走。要是让我查出来你有半句假话，我一定灭了你们佣兵团！这是第63代东龙主的佩剑，他为了保全东道，捏碎了自己的命珠，自杀了。古族经此一役，元气大伤，乱象未平，龙母节哀顺变。处理大事为要。好好保管此剑。
我不悲哀，我知道死是什么滋味。带上来。熏儿，不，龙母，我们3个是被他胁迫的呀！对，龙母有大智慧，可通3界，他老人家自然是知道的。龙母，您一定可以收拾人心，再兴古族。是，我们错了。今后我们一心一意侍奉龙母，侍奉龙母。龙母，这事也不能全怪他们3人。要不是魂殿爪牙范老所胁迫，他们也不至于如此。念在他们3人多年来镇守3岛，还请龙母从轻发落。东岛龙主也受到了胁迫，他是怎么做的？回龙母，他老人家捏碎了命珠，自杀身亡了。那你们怎么好好的？这3位岛主世代镇守3岛，十分不易。现在古族内乱，我们的元气大伤。若再杀了他们，想必我们古族也就没有什么人了。在下愿请新龙母以慈悲为怀，顾全大局为重。新龙母？什么叫新龙母？这次参与叛乱的有多少人？3岛将领70多人，还有几万兵卒。兵卒不论，将领收押了吗？收押了。你们进攻东龙岛，并不完全是受到蛊惑，而是早有野心，吞并此地。要我慈悲，很容易啊。可我怎么对得起因此惨死的将士？你们都服了范劳的血，入了血脉，古族留不得你们。传我指令，将此3人废了斗气，流放至雷电山谷。若再踏足古族4岛，哪怕只是一根脚趾头，我都会亲手把你们的命珠捏碎。谢龙母不杀人呐！谢龙母不杀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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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70多个参与叛乱的将领，要查清楚喝没喝过血宗的血，喝过的不用查，直接杀掉；没喝过的，摘了他们的命珠，继续带兵。另外，从这3岛龙主的子孙后辈里，挑选出没有参与叛乱的人，带来见我，我来立这3岛的新龙主。东龙岛参与抗敌的将士们，各发奖励。伤者养其家，亡者重赏。你们下去，拟个章程给我。是。3岛龙主的家人子弟，只带没有参加叛乱的人来觐见，是吗？是。不问年龄。你们多准备一些房子，等我立了3岛新龙主之后，
龙主回去，剩下的人住在城里当人质，取了他们的命珠。是，马上去办。萧炎哥哥，要是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，多谢师姐传教。传教是宗主的事，我只是个陪练。我6岁进云岚宗，15年才蒙宗主传授这套剑法。师妹短短数月，13剑竟然学了5套，真是好机缘啊！做纳兰家的族长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来趟云岚宗的浑水？是爷爷带我来拜师的。是吗？一会儿我们吃完饭，一起去看你姑姑，看你娘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娘，儿子回来了。药材这种生意呢，也是要有点实力才能做的。像萧家现在这个样子，连自己的车队都保护不了，显然是不行的。你说什么呢？谁家没遭土匪抢过啊？啊！让他说完。我家列家最近10年还真没有被土匪劫过。我们从云岚宗重金聘请这3位高手，又结交了那么多好朋友。家列家商队的旗号一打出来，一定是安全的。这倒确实哈，这2年家列家的车队确实是挺太平的。对嘛，我说萧老弟，听我一句话，你何苦费劲做这样的买卖呢？你家大业大，药行的生意不如交给我。你的那些药铺呢，租也好，卖也好，家列家不会亏待你的。依我说，你家列家还不如把你的药铺干脆卖给我们萧家得了。哼，萧家人连自己的车队都保护不了，还想买别人家的药铺，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？哼！这帮土匪为什么专门劫我们萧家？这事儿还没有查清楚呢。家列婢
你不要太得意了。你心里面非常清楚，等我们查清楚了以后再说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药材生意是萧家的祖业，萧战虽无能，也不能放下萧家的祖业。不管怎么说，药材被抢呢，都是我们疏于防范。那些掌柜和伙计，我们会挨家挨户的去赔偿。有子女的抚养成人，没有子女的帮助孝敬父母，这一点萧家说到做到。至于土匪嘛，会有办法解决的。可我们药材行会恐怕不能再给萧家药铺供货了。为什么不给萧家继续供货了？这个人是谁呀？我叫严萧。严萧？谁是严萧？严萧是谁啊？今天不是家烈家跟萧家的议事吗？叫个外人来干嘛？严萧先生是我请来的，是为了帮助化解这次危机的。怎么，只允许你家烈家请云岚宗，就不允许萧家请帮手？废话真多。古尼大师，您接着说，为什么不给萧家继续供货了？这不是我的意见，这是加玛帝国药材行会的意见。如果萧家不能证明自己有运送药材的能力，行会只能取消你们的经营资格。我是代表行会来宣布这个决定的。还有，你们这次运送的药材当中也有家烈家的，我们也付了运费，萧家是不是该赔出来呀？钱早就准备好了，我会送上门去的。行了，我说萧伯伯，您就甭说自己家有钱了，我们家烈家不缺那点钱，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明天邀请了炼药师工会的人来，人家炼制丹药没有原料可不行。你们需要多少原料？列个单子，我们萧家照样送上。就这些，明天一早就要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严萧先生，咱们说话可是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要是拿不着这药材，怎么说？萧家乌坦城30间药铺，全归你们了。真的？一言为定。古尼先生，麻烦您做个见证。告辞了，咱们走。你又不懂这药材生意，你怎么就答应他了？明天来得及吗？年轻人说话就是冲，图嘴上一时痛快。明天他来要店铺，你给还是不给啊？我看看人手，要是不行啊，明天全都说话。就是不知道那几个云岚宗的功夫高到什么程度。打是肯定要打的，不过不是现在。放心吧，药材我自己会筹齐的。哎，爹，你干嘛？爹，什么事儿啊？不是你慢点儿！我说爹，你不说话呢？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你自己看看吧。萧家的药车，药车？来，麻烦让一下啊！哎，小心啊！走，麻烦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这才2个时辰，他们就有药车送过来。他们是飞过来的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行啊，他们真找来一个好帮手啊！严萧，没听说过呀。来，小心啊，慢点。先把劲啊！师傅，外面有工会的人叩门。工会的人？谁？不认识。啊，他穿了一件3品的长袍。
3品长袍，赶紧召集众师兄弟，开中门迎接。是。请教了。在下久在乌坦城，孤陋寡闻，不知道先生的名讳。我叫严萧。请问严萧先生，您师承于谁？来我们炼药师公会有何贵干？我的师承你们不必知道。我来这里是来给萧家解决麻烦的。我明白了，您就是肖战花重金请来的那位吗？大家都是炼药师。我跟您说句提己的话，萧家这事儿，您别管，也管不了。为什么？萧家没落，肖战自废斗气以后，萧家就变成了一个普通商户。肖战迂腐又清高，不愿意跟星陨阁和云岚宗这些豪门大派搞关系，那怎么能行？听说跟纳兰家也闹翻了，没了后台。其他人还不合起来整他？您管了，就是和云岚宗为敌。与云岚宗为敌？云岚宗算什么东西？他也配？严萧先生，看您年龄跟我也差不多。竟然穿上了3品的长袍，您能露一手吗？不得无礼！炼药师以品为尊，3品炼药师自然是我们的前辈上人，怎么能这样讲话？方才我看见你们在炼制断魂草。这是一种狠毒的药物，只要用法得当，那就是灵丹妙药，可除一切晦气，远避虫蚁。只是你们提纯的方法不对，把这草全都烧成了废物。断魂草十分娇嫩，你们没有兽火，可以用斗气隔空熏制，只是万万不能将明火引到药物上，这样会使药效大打折扣，只剩下原本的1/10。你们看，当它变成透明时，也就马马虎虎的能用了。这种药液可治伤口溃烂，还可以治蛇毒。井底之蛙，真是让先生笑话了。这丹药我只在银城见那些炼药大师做过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这种提纯的方法说来也很简单，你们要是想学，我可以教你们。各位都是炼药师一脉，不必客气。多谢严萧先生。还有一事，我想请各位帮忙。但有所命，一定遵从。谈不上帮忙的话，明日萧家会进一批药材，我想请各位
到萧家门口，帮萧家炼药。多年来，萧家一直都不顺，我要请大家给萧家除除晦气。严萧先生，您是不是一定要站在萧家这边？这是自然。那么，乌坦城炼药师工会上上下下谨遵先生命令，一心一意支持萧家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刚才去炼药师工会了，明天工会的人会到萧家门口来炼药，炼1天。哦，卖出丹药所有的费用都会给死难者家属。哈哈哈，好，缺了我一块心病。可那些药材是哪儿来的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我那些朋友啊，他们不愿意告诉我。你哪儿那么多神通广大的朋友？放心吧，爹，绝对都是一些正经的朋友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没有为家里做些什么，你就让我出点力吧，省得我心里不安。哎，还真是有点不适应啊。现在有件难事，你看怎么办？什么难事？你看啊，我们要进货，萧家总得有个押车的吧？我现在正在萧家的族谱里找会斗技的青壮年，看看找谁合适。爹，我一直都觉得这次的事情有蹊跷。土匪劫道，抢东西就行了，为什么要杀人？我看这次就是有人专门针对萧家。一个人都不用了，就我和薰儿吧。我和他押一趟车，看一下对方到底是什么来路。是不行的，你去找家里的大长老，他对怒尸狂罡修为最深，出发之前练会此功法，关键时刻会用得着。是。怒尸狂罡是功法中至刚至阳的一种，出手时心中不能有一丝杂念，要将全身斗气融汇于胸，积蓄巨大能量，顺势一击。你试一下。怒尸狂罡！你这是第一次打出狮子头吧？是，之前没听您讲解要诀，一直都不得要领。今天也是第一次成功施展怒尸狂罡。你第一次就能打出一个完整的狮头，足见你的悟性和修为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普通的斗者啊！怒尸狂罡这门功法，随着你自身斗气等级的提升，它自然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威力。你试试，由膻中穴发力，将斗气迅速集中在手臂上。怒尸狂罡！多谢长老指点。我也是没想到，你领悟的这么快。萧家终于后继有人了。那也是多亏长老指点。你继续练吧，我走了。从膻中穴发力，把斗气
迅速聚集到手臂上。怒狮狂罡！萧炎哥哥，感觉这2天一直有人跟着我们啊。我们今天在哪里打劫？啊，过了这片山谷，前面有个集市。严少爷，这天儿太热了，要不咱们在集市附近休息，等过了明天早晨再出发吧。这才过正午就住下吗？前面的集市里啊，有几个佣兵团，咱们可以租一些佣兵啊，当做咱们的短程保镖。停下！薰儿，你看好他们。先杀那些没斗气的，杀完就走。你们就只有这一次机会。你们要劫货，把货抢走不就完了？为什么要杀没有斗气的人？你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以后萧家的商队都是我罩着了，你们不要再打主意。一个人也敢来抢生意，活腻了吧你？看你们的样子，不像是那种不入流的土匪。你们是佣兵吧？说，你们是哪个佣兵团的？是谁雇佣你们对付萧家？动手！再走一步我就把他丢下去！你们都是有斗气的人，为什么要残杀没有斗气的人？快告诉我，到
底是谁雇佣的你们？不然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。你有种就杀了我！别！我们认栽，只要你放过我们老大，我们立刻走。你们走不了了，快说吧，我没有多少耐心。我们是大石镇狼头佣兵团的。大哥，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我很快就去拜访他。大哥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大石镇在哪儿？就在前面，不远处。萧炎哥哥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是个佣兵团的人。这群混蛋，专杀没有斗气、不会斗技的人。他们就在前面的大石镇，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我要跟你一起去。雪儿，你留下来保护商队。爹说了让我跟着你。好了，听话，商队也是需要人保护的。等我回来。撤！看一看吧，新鲜的萝卜，新鲜的萝卜，大哥你看一看吧。好嘞，那走啊，来啊。没问题。我告诉你，上次啊，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的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叫你们当家的出来，不然我拆了你们这狗窝。在家木蛇，请问阁下到此所为何事啊？你就是这狼头佣兵团的老大吧？你也不好好管一下你手底下的恶犬，还要我特地跑一趟来帮你管。砸场子也得留个名号吧？你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在家木蛇，不知哪里得罪了阁下，请屋里一叙。若真是我的错，我磕头赔礼便是。大哥，杀了他！就是他护着萧家的要车。你的手下在山谷中伏击车队，专挑没有斗气、不会斗技的人杀，可谓是罪孽深重。你这当家的，可得替他们负责任。我狼头佣兵团在大石镇也是响当当的，用得着你教训？你信不信？我随便动动手指头，你今天就别想出这个门。杀鸡焉用牛刀？哼！对付你，赤手空拳足够了。大哥，喝水。
我这一拳打在你身上，你会必死无疑的。大哥！二弟！你们狼头佣兵团专杀没有斗气的萧家之人，罪孽深重。今日我在此废你们二人斗气，省得你们俩日后再作恶，让你们尝一下没有斗气的滋味。3日之内，我要你们挨家挨户的去被你们杀的人家里磕头道歉，把你们抢的钱财全部还给大家。若是没有做到，我定再来拆你们的狗窝。二弟，二弟，二弟！商队的伙计都睡了，放心吧，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的。你也不问他是谁雇佣的他们？雇佣他们的人，一会儿自己就跳出来了。我看那些佣兵团的人也不怎么样啊，怎么能打伤那么多萧家子弟呢？来了。岳老，情况紧急，赶紧传我一套功法。干嘛不用你的尺啊？用尺子他们会认出来。你这带的是……哎呀，我不能用尺子，用尺子他们会……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现在是颜笑，不是小颜，你不要闹了。你现在赶紧随便教我一套功法，快点。线上教线眨耳朵眼儿啊！放好了。厉害，厉害！记住了吗？哎，没有。记剑意，不要记剑招。去吧。好嘞。保护好他们。星陨阁的剑法，日月同辉。元宵兄弟，难道你是星陨阁的师兄？咱们老宗主与星陨阁的阁主私交甚好，大家要是有什么误会，可先要说开了，别伤了和气。
是狂罡！身为云岚宗弟子，做人保镖也就算了，你们还滥杀无辜。云山那个老乌龟，自己不正，没想到手底下的弟子也这么恶，竟敢出言侮辱宗主，你的死期到了！一个加列币，想必是请不动你们云岚宗的。说吧，你们究竟是奉谁的命令来为难萧家？你们又为什么要袭击萧家的车队？我生平最恨的，就是欺负弱小。像你们这种滥杀无辜的人，该死！我不杀你，废了你们的斗气，让你们也尝尝普通人的滋味。你废我斗气！我要告诉宗主，还你40万盾！那个老乌龟要是敢来，我就……谁在这里骂我？是宗主，别过来！你是谁？在下严晓，星云阁弟子，拜见老宗主。剑法是寒风教的吗？却是寒阁主所授的日月同辉剑法。就你这几手三脚猫的剑法也叫日月同辉？你的怒视狂罡呢？你怎么会萧家的功法？你到底是星陨阁的人，还是萧家的人？萧家孤傲保护商队，作为交换，他们送给我这门功法。小战用自己祖传的功法来做生意了，哼，也是没落到底了。就凭几手三脚猫的功夫，就把你们的斗气废了？我们不知道他会怒视狂罡，被他偷袭了。自己斗气不够，就敢偷跑出来？啊！去吧，把商队的人全部杀了，让人家说我们言而无信。是。等一下，你们不能杀他们。